咁都多謝 Pat 今日俾我嚟幫大家 line up 呢一個 Funhouse 嘅 sharing 啦。咁我就邀請咗RAM 係一間Australia base 嘅一間公司嚟嘅。咁佢哋呢年都致力去做呢個 CIES 嘅service 啦。咁其實咧佢哋都有啲 CIES eligible 嘅分嘅。咁我都見到我哋 FWD 有啲同事都有做 CIES 嘅客嘅，咁所以都特登邀請咗Anthony 上嚟同我哋嚟講兩隻 CIES eligible 嘅分嘅。咁我哋會有講 RAM 佢哋嘅 income 分啦，同埋佢哋嘅 government bond 分嘅。咁我哋有請 Anthony 上嚟同大家做個 sharing。好。呢個係舒服。好，係，即係呢個係，即係呢個係咪呢個嚟㗎？係近呢個下一頁㗎嘛？轉唔轉？啊，好得，好，係大家好啊！咁我叫 Anthony 啦，我係RAM，我哋中文叫裕信。咁就香港其實都10幾年嘅，不過我哋近呢幾年先至開始做香港嘅 bond fund。咁我哋一直以嚟就做咗好多澳洲嘅 investment。咁其實香港嘅 CIES 我哋做鐵頭特登就出咗兩個產品係服香港個投資移民嘅。咁個背景係其實我哋公司好多年喺澳洲做180C 嘅投資移民，所以我哋普遍嚟講都對投資移民嘅產品嘅設計上都有一定嘅經驗嘅。咁今日就唔多大家太多時間啦，咁直接就講下我哋嗰個基金係咩啦。咁其實我哋有兩隻嘅叫做公募基金啦。其實香港嘅投資移民其實做好多嘢都得嘅，大家都知股票又好，基金又好，總之只要佢係合規喺證監會底下註冊嘅基金，其實就可以嘅。咁我哋兩隻就係公募基金，咁即係話如果投資移民嚟講，佢嗰3000萬有2700萬可以全數咁投落去嘅。咁我哋自己都有做一啲自己嘅投資移民客嘅。咁當然佢唔係投資移民都可以投啦，即係普遍一般嘅零售，我哋都有做呢個零售嘅客戶。咁零售意思就其實佢最低嘅要求只不過係2000蚊美金或者15000港紙嘅啫。咁所以基本上係任何人在座各位歡迎都可以投嘅。咁我諗首先第一隻就係嗰個Hong Kong Government Bond Fund啦。咁其實應該係市場list 到呢一刻啦，就係唯一一個以香港政府債券為主題嘅基金嚟嘅。咁坊間就冇，暫時我哋認知上而家係冇嘅，即係你喺 SFC 個官網去睇嘅時候，其實係冇其他呢個基金嘅。咁呢個基金嘅特點其實就係主力基本上就係香港政府債券啦。咁最主要其實都係因為我哋本身對呢個零售市場或者對一啲投資民嘅客戶嘅認知，其實好多都係一開始希望揾一啲保守或者安全嘅產品啦。咁所以就會出咗呢個香港政府債券基金。咁頭先講啦，其實基本上佢都係底層。你見到頭嗰5隻右手邊就見到啦 ，Top 5 Holdings 其實都係香港政府底下嘅企業啦。咁最多嘅其實頭5隻基本上都係香港機場管理局，冇其他。點解咧？就係因為其實大家知香港機場需要錢啦，咁所以佢發債係比較多嘅，就係咁，所以基本上佢下可以買啲咩咧？其實好受限制嘅呢個基金，就係香港政府本身啦、香港機場啦、香港呢個按揭公司啦，或者係嗰啲市區重建局啊，即係基本上佢主力只能夠買呢啲香港政府本身或者香港政府100%持有嘅企業嘅債券嘅啫。咁佢特別在，因為佢就係用佢係大部分嘅時候，我哋係買美金嘅資產嘅，即係個基金其實係買一啲香港政府發嘅美金債。咁如果有啲客戶可能係通過 iFAST 去幫一啲客戶做投資移民，可能會嚟就話我要買香港政府債。咁香港政府債其實做港幣咧，大家如果有研究，其實同港幣定期差唔多，都係2厘幾嘅啫。咁如果美金嚟講咧，你就可以做到去4厘或者4厘以上。近期嗰個息口再增加嘅時候，其實再跳得高啲啦。咁呢個係我哋做呢個基金嘅特點，就係希望大家有啲客戶，譬如我想用買香港政府債，但我哋又唔想直接買債券，咁佢就可以通過基金形式去做。咁如果對比翻就話，如果直接買債券同埋香港政府債券基金嘅分別係咩咧？咁第一就係如果你買香港政府債券咧，
主力就你淨係可以做港幣嘅啫。如果 under 投資移民，咁當然你其他途徑可以做其他嘅投資香港政府投資啦。咁但係個分別就係港幣同埋美金。咁港幣頭先講個利率個回報係低好多嘅，得2厘幾。美金而家係4厘幾嘅，4厘頭啦大概。咁第二就係因為做基金嘅形式咧，佢係每一日可以做交易嘅，亦都每個月會派息嘅。咁你去到直接去買債嘅時候咧，其實佢就未必做到呢樣嘢。咁好多時，譬如你交易嘅時候，佢會有一個叫做交易成本啦。咁亦都要睇下個市場有冇貨啦。咁買基金就唔會受呢個限制。咁我相信好多客戶都會擔心，或者唔係擔心，即係想知道個派息比率啦。其實呢個基金派息大概一年咧就係3厘左右。咁你見到底層資產咧，其實你見到呢度全部都寫就其實大概4厘度啦。其實個收息係大概4厘度。咁我哋派就派3厘度。咁我哋希望就係唔想搣本派嘅一樣，我哋都唔希望即係有啲基金會搣本，我哋就唔希望做呢樣，就係我哋收幾個息，留翻一啲緩衝，我哋就派3%出去。咁但係佢個回報其實係大概一年係4厘或者4厘幾嘅。咁舊年嘅回報係5%以上嘅。咁當然咧，佢唔係話一個好亮麗嘅回報，但係佢係一個比較穩健嘅投資啦。喺好多一個即係客戶追求一個投資移民又好，或者一啲比較短期拍去做一啲簡單嘅 investment 而派息嘅基金咧，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選擇。咁我哋好多時都會比較即係坊間嘅我哋叫 money market fund 一啲貨基嘅回報啦。咁其實我諗大家如果睇翻就係話，我諗比較明顯就係如果對比翻舊年啲貨基嘅回報，同埋今時今日啲貨基嘅回報，不論港紙又好美金都好，其實都明顯跌咗好多嘅。譬如話即係譬如唔開名啦，咁但係譬如啲美金呢啲咁樣，其實你見到佢係4厘幾嘅本身，而家得翻3厘幾。咁其實一路都會繼續落去嘅，因為當然近排嗰個即係伊朗同埋美國嘅戰爭，令到個息口上咗去啦。咁但係長遠個息口其實美國都係市場預期都係會繼續減息減落去。咁所以貨基嚟講咧，佢嘅息口回調最主要就係因為美國嗰邊減息，無論港紙又好美金又好，其實都係一路減落去嘅。特別港紙就跌得更加快嘅，即係你見到港紙以前可能係有接近4嘅，而家得翻2厘幾。咁呢個大家做定期其實都會體會到嘅。咁我哋本身自己都有啲客戶係本身做緊一啲貨幣基金嘅，但係佢見到回報實在越嚟越低啦，咁就開始會轉咗去做一啲債券基金啦。咁債券基金入面有啲係譬如高收益啊、普通嘅投資級啊，或者係一啲好似我哋啲比較特有嘅就係香港政府債券基金，我哋都有客戶去做嘅。咁我哋嗰個債券基金嘅表現同一啲貨基其實表現差唔多嘅。近呢排咁已經係回調咗㗎啦，因為最近呢個戰爭係確實令到我哋嗰個債券基金回調咗一啲嘅。咁回調嘅比例大概係0.3到0.5度啦，就係因為呢個戰爭嘅問題。咁最主要係因為一個息口向上行嘅啫，咁唔係話嗰個債券本身就投資咗一啲高風險或者點樣令到佢嗰個信用有問題。因為我哋其實基本上都係一啲香港政府債。係啦，咁另外一個咧，我哋就想講就係我哋一個叫做收益基金，其實係一個我哋 RAM 自己獨有啦，預信獨有嘅一個環球債券基金。咁我哋嘅定位其實都好簡單嘅，即係我哋因為本身自己背景上，我哋做好多一啲高淨值嘅客戶，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個產品嘅設計上面，其實我哋都會有考慮到呢個客戶嘅需要嘅。咁當然第一就係我哋其實個基金會派息啦，我哋嘅收益係6厘，都係派6厘嘅。咁我哋目標一樣，都係收幾多我哋就派幾多，唔希望係從個本金去派發。咁第二就係其實見到嗰個特點就係我哋嗰個 sector 嘅 allocation， 即係行業嘅分佈。咁我哋其實冇最大嘅行業，其實都係銀行同埋第二個其實 financial， 其實主要都係保險公司。咁我哋都係一啲希望做一個產品，令到最終嘅客戶比較容易明白，就係其實你買呢個基金入面，佢大頭都係一啲銀行類或者一啲保險類或者一啲大家講得出名嘅一啲公司。咁譬如話嗰啲最大嘅持倉，我哋呢度冇擺啦。咁其實都係一啲譬如 UBS 啊，或者係港鐵啊，或者係 BNP 啊，都係一啲大比較有名嘅銀行，或者係去到保險公司 Allianz 啊，我哋都會擺喺入面。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我哋覺得值得去做嘅投資。
咁另外一個我覺得大家可能會關注嘅就係話，而家環球市場其實唔同嘅地方可以突然之間都有一啲政治嘅原因，或者係一啲戰事又好，或者係國家之間嘅一啲爭論都好啦，其實會令到大家對某一個國家或者某一個行業特別擔心。咁但係我哋呢個就希望真係做到一個叫做真正嘅分散投資。所以你睇到我哋嗰個第一個嗰個地理位置上咧，其實係冇一個國家係超過20%嘅。咁呢個其實如果大家有投開基金又好，其實或者個人投資都好啦，其實市場上喺香港出現嘅產品大部分都係要麼係美國 focus 嘅，即係就算佢話叫做 global 都，其實好多都係一啲62% 以上都係一啲美國嘅底層資產。咁另外就或者係啲亞洲好一啲亞洲 focus 嘅。咁我哋呢個就盡量做到係比較平均，即係譬如話最大嘅當然暫時都仲係美國，但係只係佔我哋16%。咁一路落其實都係10%幾，咁散到去有啲國家可能得2%、3%，咁佢係一個比較分散嘅一個地理位置嘅分佈。咁行業上其實都係嘅，我哋覺得銀行、保險相對比較安全，我哋嘅配置比較多，但係其他嘅行業其實都係分得好分散，都係幾個 percent。咁去到評級上，其實呢個債券基金咧，我哋個評級而家呢一刻就係3個 B 加，平均落嚟3個 B 加。咁3個 B 加係咩概念咧？其實就係投資級嘅中間位置，最高嘅就3個 A 啦，跟住就2個 A， 跟住1個 A， 跟住就係3個 B 加，3個 B。咁所以佢屬於投資級嘅偏中間嘅位置。咁個特點就係其實佢個年期亦都唔會好長嘅，即係大家譬如去買一啲環球債券基金，好多時個年期好長。咁我哋點睇咧？其實就睇佢嗰個叫做我哋叫久期 duration， 呢個就係一個比較影響嗰個對利息嘅敏感度嘅。譬如有啲一啲 global bond fund， 好多時佢會買一啲比較長嘅美國債券，可能係6年、7年以上嘅。咁即係近期個息口向上嘅升嘅時候，其實佢就會受影響會比較大。咁我哋盡量 manage 係喺我哋個基金亦都 cap 咗喺5以下嘅，即係寫咗係唔可以超過5嘅。咁所以一個通過去收息嘅一個基金就冇話太多係一啲通過去炒利率啊。咁我哋利率會對我哋有影響，但係我哋唔希望拉到太長，係主要靠利率去爭取一個資本增值嘅，即係都係真係收6厘我哋就派6厘。咁呢個係我哋嗰個基金嘅回報啦。咁白色嗰條線就係我哋嘅。咁我揾嗰啲都通常即係今次活動通過 iFAST 啦，或者同翻 iFAST 一啲叫做 Global Bond Fund 去做比較啦。咁我哋個基金雖然話唔係好，即係坦白講唔係好長，我哋舊年5月開嘅。咁但係個回報其實都可以嘅，即係都同一啲叫做Global Bond Fund 嚟講，我哋去到上個禮拜啦，由我哋 launching 到嗰一刻，其實有8厘幾嘅8.幾個 percent return，total return 嚟嘅，即係連咗派息，連咗個資本增值嘅。咁總回報就係8個 percent。咁其他有啲譬如同我哋類似嘅即係第二個係一個 Global High Income Fund。咁 Global High Income Fund 其實佢係一個叫 High Yield Fund 嚟嘅。High Yield Fund 即係一個叫做高收益，咁即係佢對通常嚟講個評級就喺投資級以下嘅。咁但係你見到我哋嗰個評級係3個 B 加，都係一個相對比較高嘅評級，但係個回報係可以拍得住呢啲高收益基金嘅。咁下面嗰啲就係其他啲喺 iFAST 可以見到嘅一啲 Global Bond Fund 啦。咁我就唔展開逐個講，咁大家可以去 iFAST 撳嘅時候，其實就會見到有個比較，咁大家可以自己去嘗試下。咁我做出嚟其實就係純粹想俾大家睇一睇個回報同一啲同類型或者同一個即係大家都係叫做 Global Bond Fund 環球債券基金嘅表現。咁可以喺 iFAST 上面撳，可以揀 Global 嘅時候，就會有一啲基金走出嚟，大家可以去做一個對比。咁我再講多詳細少少關於個收益基金啦。咁嗰個政府債券基金其實就冇乜好講，老實講，佢都係一個香港政府債券。咁收益基金嚟講，其實過去嗰即係2025年起到今日咧，其實最好嘅回報嘅債券資產係咩咧？其實其中一個就叫做AT1，即係 CoCo 或者叫 RT1，即係一啲銀行嘅債券，銀行嘅次級債。咁呢啲銀行嘅次級債咧，其實佢係好多時係一啲好大型嘅機構所發嘅，即係譬如 UBS 頭先講 Allianz 嘅。咁但係佢嗰個違約風險，佢個評級叫次級嘅意思就係話，如果萬一佢違約咧，佢個賠償嗰個優先次序咧，就係喺佢叫做高級債券之後，股票以上。咁所以佢就靠呢一樣嘢，令到佢個收益比一般嘅債券要高。
咁好多時其實我哋考慮債券一個違約嘅時候，其實兩方面，第一就係佢個違約嘅機會率啦，第二就係佢違約嘅時候，佢如果要真係要去做理賠嘅時候，佢可以賠到幾多？咁通常係咁樣兩個去計嘅。咁我哋嘅個 view 就係覺得呢啲銀行或者呢啲保險公司佢本身出事嘅機會比較低，因為佢業務比較簡單，而佢亦都好多係好大型嘅機構，受佢監管比較高。咁所以我哋就 take 咗個 view 咧，就係買得比較多呢啲頭先講啦，保險公司啦、銀行而佔我哋嘅比重比較大嘅。咁我諗最直接就做個例子就係話，其實如果我哋去睇呢一啲銀行嘅產品，或者係去比較一啲市場坊間而家有嘅債券啦，譬如呢隻叫做 Score 係法國嘅再保險公司。咁你見到咧，其實佢係3個 B 加嘅評級啦，或者3個 B 啦，睇唔同嘅評級機構。咁你對比譬如一啲其他譬如美團啊，或者係香港嘅CLP Power 個收益率其實爭好遠嘅。呢隻法國再保險嘅話，其實個收益係大概6厘幾。咁其他嗰啲咧，如果同類型嘅評級嘅話咧，其實係4厘幾嘅啫。咁嗰陣其實點解我哋就可以因為通過呢啲咁樣嘅債券，我哋叫做選券啦，或者選個即係股票就叫個股啦。咁債券我哋就揀一啲特別嘅資產類型嘅時候，而做到我哋嗰個收益率比起一般嘅同類型嘅評級嘅要高得多。咁同樣呢啲嘢會發生係咩咧？即係譬如法國再保險啦，或者 Allianz 啦。譬如話其實我哋都有買FWD， 其實都有發債啦。我哋其實都有買嘅，都有喺我哋個盤入面嚟嘅。咁舉個例，譬如當時 FWD 發嘅時候，其實可以去到5厘幾6厘。咁呢啲對我嚟講其實比較吸引嘅。咁而喺我哋設計個 portfolio 嘅角度就係話，亦都希望我哋嘅自己嘅銷售啦，或者係我哋一啲合作嘅伙伴，去到同一啲客戶去講嘅時候，比較容易去明白佢個底層資產係咩。即係呢個其實我哋發現坊間好常見就係話你個債券基金環球市場點，但係一講到去嘅時候，其實入面有好多名，大家其實可能去講嘅時候，啲客戶可能唔係好了解啊。咁即係大家都有一個 concern。咁如果即係我哋可以我哋到時我哋會有個 fact sheet， 即係我哋會見到頭5持倉，其實全部都係一啲耳熟能詳嘅名。頭先講UBS、香港港鐵、BNP、匯豐呢啲咁嘅名嘅時候，其實對我哋自己本身銷售團隊或者我哋一啲合作方嘅經驗上，其實大家都覺得呢個係比較容易一啲叫做高淨值嘅客戶比較明白。咁所以其實我哋好多客戶其實本身可能喺私行都有做開投資嘅，咁但係可能佢個嫌麻煩，就直接買個基金就算㗎啦。其實就呢個我哋就特登喺個產品設計上係咁樣設計。咁另外一個我哋比較特別嘅產品咧，就叫做CLO。CLO 其實咩咧？就係一個係叫做 Collateral Loan Obligation。其實簡單嚟講就係話，其實佢係一個用一啲貸款做抵押而發行嘅一個債券。咁我哋有一隻個邏輯其實都係一樣，就係佢個評級好高。譬如大家都係 A 嘅時候，佢可以做到5厘幾，人哋做到4厘幾。咁點解咧？就係因為呢個產品市場喺亞洲其實唔係好成熟，咁亦都唔係好多機構會去真係去做呢個投資。咁本身我哋公司其實有呢個專長喺澳洲，我哋其實都有做呢類型嘅產品嘅時候，你就將呢個嘅技術或者呢個嘅 knowledge 帶咗嚟香港，就香港做呢個投資。咁呢個係一啲基建嘅貸款做抵押嘅一個發債嘅產品。咁我哋叫infrastructure CLO， 其實佢最終嘅發行人係即係佢嘅 portfolio manager， 即係邊個攞呢啲債券出嚟做抵押做發債嘅咧？其實就係香港嘅按揭有限公司。而佢哋攞出嚟做發債，咁我哋只會揀一啲我哋認為覺得呢啲本身嘅叫做 manager， 佢哋本身借錢出去嘅 loan 嗰個 sponsor 係比較高評級嘅有信譽嘅，咁我哋就會做呢啲。咁另外一個我哋有投嘅就係譬如一個新加坡嘅一啲接近同主權評級一樣嘅 sponsor 所發出嚟嘅 CLO， 我哋都有去買。咁但係我想講嘅話就係其實個重點就係佢哋嗰個評級偏高。而嗰個收益率比一般嘅債券要高得多，咁而坊間係好少基金係會咁樣去擺一個咁嘅 allocation， 會買喺呢啲咁嘅 CLO 入面嘅。美國可能會見得多，但係亞洲係好少。咁另外一個就係頭先講就係話我哋嗰個呢個都係睇翻就係話過去我哋叫做一啲呢啲咁樣產品嘅違約比率係幾多咧？呢個就係嗰個 CLO 就係最低嗰條。咁當然呢個數據唔係最新2023年。
但係其實都見到已經經歷過唔同嘅 cycle，即係去到08啊，去到 SARS 啊，即係唔同嘅 cycle 其實都見過。呢一類嘅產品，佢嘅收益率高，但係佢嗰個底層個違約風險咧，呢個就係違約嘅比率。咁比起其實一般嘅債券係要低得多嘅。即係譬如我哋見到08、09嘅時候，其實普通嘅企業債個違約風險可以去，即係違約嘅比率去到10%。咁但係呢啲 CLO 其實因為佢底層係有資產抵押嘅，咁所以佢個違約風險或者佢哋違約之後產生嘅虧損咧，其實比較低，就壓到係接近0.幾嘅水平。咁所以我哋個債券基金希望就係做到一啲特別嘅配置，而做到一個更高嘅收益咯。咁同埋我哋個債券基金就有幾個，最後講翻啦，即係個收益基金，我哋就希望 focus 喺一啲叫做收益得嚟比較高，但係就唔喺single B 嘅，即係唔喺最低級嗰個水平。即係意思就話，譬如曾經可能大家如果啲客戶投過，就話一啲以前有啲房地產基金啊，國內嗰啲高收益基金啊，好多都係中國房地產。咁我都大部分都係一啲單 B 嘅評級，可能俾到8厘9厘。咁我哋就唔避免就去投呢啲名嘅。咁我哋亦都有個限制啦，即係嗰啲叫高收益嘅債券，我哋唔會超過我哋基金比例3%啦。咁其實我呢個基金入面底層嘅債券都比較多嘅，咁大概有50幾個名，即係大概一個名大概2%。所以萬一假設 worst case 任何一個名出事，對我哋嚟講最大嗰個虧損就係2%，就大。咁我哋係啦，咁同埋我哋嘅團隊都比較經驗啦，即係我就喺呢行15年啦。咁最主要都係做債券啊研究同埋債券投資。咁我本身個人就喺穆迪 Moody's 入面做咗6、7年，跟住後尾就出咗嚟做 buy side 做基金。咁所以我本身就係一個好基本面 focus， 即係真係研究公司、研究嗰個違約風險而去做投資嘅基金經理。係啦，咁我諗大致上我就講到呢度啦。咁我可能最後講下，可能即係我哋 target 嘅客戶係咩，或者即係大家去 target 啲咩類型客戶，我哋覺得合理就係即係本身有流動資金嘅。而買開債券嘅，咁但係亦都想買一啲比較簡單易明嘅產品嘅時候，咁我覺得我哋隻基金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嘅，係啦。咁我暫時講到呢度，睇下大家有咩問題。係，應該。感謝你嘅分享。我想問多少少嘅就係呢隻基金嗰個 downside 會係啲乜嘢咧？即係我啱啱好靚啦，咁加埋就8%到啦。係。Let's say 我而家成個市況當真係加息啦，咁 咁其實你知道個債券價格又會改變等等，所以其實4.5年嘅存續期等等啦。冇錯。咁但係你見最近2年期都有喐動啦。咁所以對於呢隻基金嗰個影響性或者即係我叫 worst case，佢會係點樣 perform 咧？我諗最簡單就係睇呢個頭先講，你提到個存續期嘅個問題啦，4.5年。咁一般嚟講就係話，如果個息口上假設極端情況上1%，即係我個人就覺得好難會發生，個基金就會跌4.5%。呢個係一個咁嘅比例。咁講開呢個就其實都可以講翻最近個市場嗰個息口走上嘅原因，同埋即係我個人就話驚點睇啦。咁當然第一就係因為大家知道就打仗油價令到美國減息卻步。咁但係而家睇翻呢個市場嗰個預計減息嘅次數咧，其實本身嚟緊今年仲有2次嘅，但係而家回調到得翻1次。咁所以見到坊間息口嗰個上升咧，1次減息就大概0.25。咁即係話其實佢由4啦10年嚟講啦，就上到4.25大概，就啱啱好就等於佢 wipe out 咗1次減息嘅機會。咁即係話如果再往上走多次，大概理性咁去講係0.25升多1次息。0.25，即係話將剩低嗰1次減息嘅機會都抹走，咁就得翻即係完全唔減息啦。咁基本上國債嘅利息息口就會再行多0.25。咁如果按呢個 case 去計嘅時候，0.5就成4.5啦，就大概係咁嘅意思啦。咁呢個就會係個基金回調，大概就1%多少少啦。即係呢個就係純呢個息口嘅影響。咁去到嗰個香港政府債券基金咧。其實佢都有同樣嘅因素嘅，佢就係最多係3。佢個特點就係同其他嘅政府類型嘅基金嚟講咧，3係一個好短嘅年期嚟嘅，即係一般嘅政府債券基金通常都係講緊5至8年嘅。咁所以你會見到一啲
譬如話就算好穩陣嘅叫做美國國債基金都好，最近嘅回調係比較急嘅。係啊，咁就係同樣嘅道理。譬如呢度係6嘅時候，最近升咗0.25、0.5，咁佢咪一路咁照承落去咯。咁呢個基金其實現時咧只係2.8嘅啫。咁所以我哋嗰個回撤喺呢個基金最近嚟講，譬如政府債券基金，佢回撤大概0.5左右。或者我都會喺度嘅，等大家可能聽完下一位分享之後，有咩我哋可以會後再傾啊。好啊，好。好，咁我哋多謝 Ram Anthony 嘅分享啦。咁我哋嚟緊咧就會如果大家對Anthony 啱啱分享嘅基金係有興趣嘅話咧，咁之後都可以揾阿 Pat 去揾我去拎翻相關嘅資料嘅。咁我哋之後就會請到 Allianz 嘅 Marcus 嚟同我哋大家去分享呢一個關於 China 嘅 equity fund 啊，同埋一啲global 嘅 income fund 嘅。好，咁我哋就將個時間交俾 Marcus。好，各位同事大家好啊！咁嚟自安聯嘅 Marcus， 咁好高興啦，同大家做翻個分享嘅。咁其實睇翻啦個市況嗰方面啦嚇，今年啊都係比較波動啲啦嚇，因為其實咧見到倒帶翻咁睇啦嚇，其實1年前啦，大家呢個時候諗緊啲咩嘅咧嚇？大家諗下係咪Donald Trump 上年1月20號上任之後啦，大家都預計嚇會唔會有新嘅嘢推出嚟咧嚇？會唔會有新嘅政策令到市場咧又再翻雲覆雨咁樣嚇？亦都係冇令到大家失望啦嚇。新一輪嘅貿易戰，再加埋啦唔同嘅一啲處理，例如係聯儲局開始咗減息啦嚇，亦都減息嘅力度都加快咗少少嘅上年嚇。再加上咧佢喺敍利亞嗰個事件之後啦，其實佢都預示過㗎啦上年嚇，就話中東嘅問題咧係未解決㗎。咁所以咧，其實咧去到今年啦，亦都係帶嚟咗新一輪嘅喺一啲嘅地緣政治上面嘅處理嚇。見到其實咧中東嗰邊，伊朗啊、以色列啊同埋美國啦嚇，仍然咧係一個相對啦比較多即係個 news flow 嘅地方啦嚇。亦都見到就亦都影響住成個嘅市況，例如係一啲咧commodities 啊，或者係一啲高增長嘅行業啦。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面啦，亦都係幾大嘅影響。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翻啦，就預計啦，今年2026年啦，市場上面仍然係繼續咧有好多嘅波幅，有好多嘅消息。咁而大家可以關注嘅需要關注嘅一啲要點啦，就係第一個地緣政治方面啦嚇。第二其實咧就係咧聯儲局嗰個主席換屆啊。嗱咁呢個咧都有機會會導致啦嚟緊美國嗰個減息嘅力度同埋咧減息嘅進程係點樣啊？因為其實咧如果減息減得唔夠預期中快嘅話啦，其實個股市有機會咧又會有啲波幅嘅嚇。因為其實咧今次咧我哋睇翻咧就話息口個變動啦，喺2022年嘅時候大家都體驗到就話加息得好急嘅時候，個市真係會跌嘅喎嚇。有啲高增長嘅行業累積咗幾年嘅升幅之後啦，有機會咧有個幾大嘅回調。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好關注翻嚟緊聯儲局減息個取向係點嚇。咁究竟新嗰任嘅聯儲局主席會係一個係咪Donald Trump 嘅 friend 咧嚇？大家暫時都未知嘅嚇。因為咧其實大家都會睇到Donald Trump 都好傾向於加快減息嘅速度同埋減息嘅力度啦嚇，去援助翻個經濟，同埋咧佢亦都想令到咧美元唔好太強勢嚇。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亦都係咧未知嘅嚇。咁再加上第3樣嘢啦，就係咧今年去到11月嘅時候，就係咧美國嘅總統中期選舉嚇。呢個亦都會係咧預計緊就去到由而家呢一刻去到11月，其實咧3月都接近尾聲啦喎，第一季開始進入尾聲啦喎，都唔係太多時間，8個月之後會發生咩事咧？大家都未知嘅喎。咁其實咧大家都會預計緊個市況有機會佢都想做翻好啲嘅投資氣氛啦。如果佢真係想通過到嗰個中期選舉嘅話咁所以呢個暫時未知會有啲咩新嘅政策出現但係其實咧我哋預計今年都會係一個咧值得投資做部署嘅一年。咁而咧其實咧今年嚟計啦，我哋都係覺得人工智能或者係科技啦，仍然係一個大趨勢，值得我哋去留意嘅。因為其實咧大家都會而家見到日常生活上面啦，有好多人工智能嘅系統或者係服務啦，大家應用緊嚇。啱啱尋日咧公布咗Google 嗰個 AI 系統又可以終於開放到俾香港或者亞洲市場用啦就唔需要再用 VPN 啦呢啲都係咧未來嘅一個大趨勢啊！見到 AI 亦都幫助到好多產能嘅提升或者係優化咗大家生活上面嘅一啲質素咁所以其實咧而家我成日都講啦。
朝早大家唔記得食早餐唔緊要，出門口之前最緊要咩啊？電話有插滿電啊嘛嚇，因為其實咧電話對於大家真係太緊要啦。而家好多嘅電子支付啊，或者係咧一個電話上面都做咗好多嘅嘢嚇。咁雖然啦，而家就你可以喺街上面好容易借到個充電寶啊、尿袋嗰啲嘢啦，但係其實咧見到電話嘅重要性嚇。有啲朋友係唔止一部啊，有啲係2、3部嘅電話喺身啊，因為咧其實唔同嘅電話就做唔同嘅功能嚇，咁所以使我見就話喺呢個趨勢底下啦，我哋亦都仍然睇好嚇人工智能科技發展呢個大方向，短期內一定有波幅㗎啦，因為咧其實啲高增長行業啦，相對嘅風險比較高啲嘅，咁但係其實咧我哋見到預計嚇未來一段時間，其實咧人工智能呢個趨勢呢個嘅顛覆性嘅發展啦，其實係好初期嘅階段嚟嘅嚇，咁所以其實咧亦都我哋覺得係咪真係存在緊泡沫咧嚇？呢個嘅整個嘅行業嘅投資嚇，我哋覺得又未必嘅喎嚇，因為其實咧人工智能嘅覆蓋嘅範圍非常之大嚇，硬件類、軟件類同埋啲應用程式、應用相關嘅一啲行業化嘅投資啦，我哋都會係涉獵到嘅嚇，咁所以其實咧就喺唔同嘅板塊上面，亦都有值得大家留意嘅投資選擇。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啦，就科技啦，仍然係我哋其中一個覺得可以留意、可以繼續有發展嘅空間嘅地方。咁而當然啦，喺減息週期嚇都開始咗一段時間啦，我哋比較關注得多啲嘅，除咗啲科技相關嘅板塊之外啦，金融類啊或者消費類相關嘅一啲嘅板塊，我哋都會係覺得值得大家去注意。咁所以咧，其實咧睇翻喺呢段時間裏面啦，雖然貿易戰令到全球嘅供應鏈亦都有影響到啦再加上個物價有機會推升咗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見到就話喺呢段時間裏面啦，唔同嘅政府啦，亦都係唔同嘅央行啦，亦都係有部署緊就話點樣去應對翻升咗物價啦，或者近排油價飆升得咁犀利有機會推高翻個通脹嘅咁所以其實咧呢一個亦都係咧我哋有關注緊就係我哋喺資產部署上面咧都會有少少嘅唔同嘅調配例如喺債券市場方面啦，其實我哋今年啦都比較中意傾向咧就係買佢一啲咧繼續係短期啲嘅債券，或者係啲浮息類嘅產品咁我哋咧比較中意啲嘅。而家債券方面嘅投資咁所以其實咧我哋睇翻啦就話喺呢個嘅情況底下啦，其實我哋做部署嘅時候咧都覺得比較去 global 啲啦全方位啲嘅投資分散啲嘅部署啦，嗰個投資效果相對咧就比較穩定無論係地區性上面嘅分散，即係環球性嘅配置啦，以至乎係資產類別上面嘅分散，其實都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其實咧今年啦，我哋喺揀股揀債券嘅時候啦，其實都會落多啲功夫㗎都會睇翻一啲企業嘅基本因素喺呢段時間裏面個地緣政治各樣因素、息口環境變動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嘅盈利能力咧或者嚟緊對佢哋嗰個盈利展望會唔會咧有轉變咧呢個咧我哋都會去主動出擊啦，係繼續留意翻相關嘅佢哋變化。咁所以其實咧就見到有好多嘅唔同嘅投資主題啦，亦都湧現咗出嚟啦同科技有關嘅除咗大家身邊接觸到嘅硬件、軟件類嘅嘢之外啦我成日都舉呢個例子啦。其實今年啦或者上年啦，大家見到全球做得最好表現嘅股市喺邊度韓國啦，上年升咗100%咁但係今年啦，亦都曾經有幾次咧，佢調整到接近熔斷嗰個嘅水平見到個波幅非常之大。其中嘅原因就係咧記憶體短缺，其實而家咧大家如果唔知有冇留意啦咁我自己親身經歷咧就今年啦都買咗個上年其實1月份嘅時候咧買咗 SSD 俾電話用 Type C 嗰啲咧好方便嗰啲1年之後我上個月再去買翻同一樣嘢，嗰個價錢咧由1000蚊到啦升到而1800蚊，同一個牌子，同一個都係1TB 嘅其實咁所以其實咧個老闆都話喂冇辦法。依家係啲嘢越嚟越貴，每次嚟貨都貴咗你睇可以睇到就係話consumer 層面上面嘅產品其實都升幅非常之顯著咁所以其實亦都見到就呢類型嘅做機體公司啦。其實都唔難預計佢哋個股價都會有支持喺度咁所以其實咧見到喺人工智能嘅發展呢個路程上面啦，其實唔同嘅週期亦都有唔同嘅板塊咧都會受惠到咁其實咧大家之前一窩蜂就係整晶片啦，就係啲高速運算嘅晶片啦。其中原因就係咧，大家而家講緊AI 嘅進化啦，就係話係去到講到話由雲端啦變翻咗個邊緣化 AI， 即係咧其實大家手提 device 上面啦做一啲運算啦已經之前就話中央處理你可以喺個雲端上面計算咗先攞翻落嚟，但係而家發展到呢個地步呢個程度嘅時候咧就話如果當你發展自動化駕駛嘅時候，你要靠雲端諗完計算完之後，再落翻去嗰個遠端嗰個用戶嗰邊去做決定嘅話咧，太慢啦咁所以其實咧，依家對於硬件嘅需求亦都係高翻嘅咁當然啦，
硬件發展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見到，喂，軟件都要配合嘅喎。如果唔係咧，你做唔到嗰個預期中嘅效果啊。所以軟件都要進化。所以其實咧，唔同嘅週期，我哋都有唔同嘅睇法嚇。咁所以其實咧，呢個市場嘅變動咧非常之大。咁我哋都會按照個市況啦，做翻啲主動式嘅投資管理。咁所以其實咧，去到2026年啦，咁我哋嘅睇法，頭先除咗講到話嗰3樣嘢，大家都要注意之外啦，嚇，就一啲人工智能以外嘅一啲嘅選擇，因為其實咧見到科技板塊咧過去嗰2-3年啦，升咗好多其實咧嚇。咁我哋預計啦喺美股方面咧，尤其是嚇嗰個盈利增長有機會擴展去其他行業，即係頭先提過減息週期嘅機會會受惠到嘅一啲嘅板塊。咁所以其實咧今年咧我哋除咗一啲高增長嘅行業之外啦，我亦都會留意翻一啲傳統啲價值型嘅投資。咁所以其實咧就我哋其中一個策略啦，其實咧由上年到今年咧做得唔錯嘅嚇，就係咧智慧城市相關嘅啲投資。咁智慧城市啦，其實亦都係睇到好多嘅政府開始投放好多資源來啦，就係喺城市建設嘅時候嚇，最起碼而家要咩咧嚇？有啲數據資料庫啦、data centre 嘅興建啦，或者係有啲嘅就有啲嘅國家會喺路面上鋪定啲光纖啦嚇，去 support 翻嚟緊有機會行嘅自動駕駛。咁喺歐洲有啲國家啦，其實一直係玩到咧就而家電話可以無線充電啦嚇，揸電車最頭痛嘅就係叉電嗰個時間嚇。咁我哋咧可以進化到可以喺路面上面一路行一路叉都有機會可以發展到嚇。研究呢樣嘢嘅嚇，咁但係當然技術上面有好多需要解決嘅地方要做啦嚇。咁但係其實呢啲嘅新嘅 idea 啦，有機會會陸續咁樣出現，大家有機會接觸到嚇。咁相關嘅投資我哋都會有留意嚇，一啲硬件類嘅進化。咁所以就見到咧智慧城市嚟計啦嚇，佢嘅發展非常之多樣化嘅嚇。除咗一啲頭先講過嘅數據資料庫啊、智慧型建築啊，或者係物聯網 IOT 啦，同埋啲通訊網絡之外啦嚇，一啲 application 應用類嘅一啲嘅行業啦，其實我哋都會涉獵到嘅嚇。咁所以其實咧喺呢個嘅範疇裡面，其實咧我哋會盡量精選一啲優質嘅企業嚇，做翻啲部署。而基金啦喺今年咁動盪嘅市況嚟計啦，年初到而家咧暫時升緊5.5%。上年啦以呢隻係股債混合型嘅基金嚇，上年升咗18% 左右嚇。咁所以其實咧呢一隻咧都會係比較貼近啲嚇，而家大家生活上面有接觸到嚇嘅一個嘅投資嘅方向嘅部署嘅一隻基金。咁亦都睇到啦，喺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區啦，其實咧佢哋喺智慧城市嘅發展，亦都咧有唔同嘅一個進程嚇，亦都預計啦去到啦2034年嚇，距離而家唔係好遠嘅其實咧嚇，咁智慧城市相關嘅投資可以達到14萬億美金嘅份額嚇，呢個數字咧其實已經改過幾次㗎啦，因為之前咧我哋睇到2030啊、2033啊咁樣，去到2034咧我哋預計嗰個數字再繼續推高嚇，因為之前咧係大概啱10萬億左右㗎咋。咁所以其實咧，見到唔同嘅國家亦都開始注重智慧城市嘅發展嚇。咁其實最基本啦，就係有啲嘅國家啦，佢哋都會覺得話興建個智慧城市嘅時候，我哋 grassroots 嘅 research 團隊亦都得出咗個結論啦嚇。環境改善啦，即係廢物污水處理嚇，首要嘅嚇。之後咧就係一啲交通出行嚇，一啲智慧型嘅綜合型嘅交通系統嚇，或者係一啲嘅自動化駕駛系統，亦都係咧比較着重嘅嚇。基建啦，頭先提過好多次啦嚇，就係數據資料庫啦，大家成日都講嘅依家嘅熱話。咁城市管理啊、安全啊呢啲啦，即係咧一啲嘅 security 啊，或者係 cyber security 相關嘅一啲嘅發展啦嚇。呢個咧其實亦都會係咧啲政府會有擺多啲資源嘅一啲嘅地方嚇。咁 grassroots research 團隊都可以介紹下啦，就係我哋一個 proprietary 嘅一個嘅團隊啦嚇。咁我哋喺全球亦都有唔同嘅駐當地嘅一啲嘅 research 嘅專員啦，去負責好深入咁樣去了解一啲企業嚇。我哋會有啲記者啦去訪問呢啲嘅企業嚇，譬如咧係零售相關嘅，咁我哋會走到入去咧佢哋嘅零售嘅賣點嚇，嗰個鋪頭嗰度啦嚇，有機會訪問佢哋嘅 store manager 啊，或者觀察下佢哋咧客戶嗰啲嘅使錢嘅一啲 pattern 嚇。咁所以其實咧就做一個最深入嘅一個調查。咁其實咧之後佢哋會綜合咗一啲調查報告啦，就俾我哋基金經理去參考。每一個季度佢精選一啲我哋 shortlist 嘅公司出嚟，俾佢哋考慮下會唔會擺入佢哋嘅投資策略裏面嚇。咁所以其實呢個咧就會係我哋一個比較獨特嘅一個 research 團隊嚇，其實叫基層研究嘅一個團隊啦。咁所以其實咧呢個基金裏面啦，我哋就最主要嚇就結合咗創新多元資產同埋咧我哋嘅投資經驗嚇，去營運呢隻基金。咁呢隻基金啦，就大家應該有聽過 Income and Growth 係嘛？我哋嘅旗艦基金啦嚇，呢隻咧就我哋喺上年台灣都做得好好嘅基金啦嚇。咁其實咧台灣嘅同事形容呢隻智慧城市收益基金啦，叫做 Turbo 版嘅 Income and Growth 嚇，因為咧其實佢係比較個表現咧做得相對好啲啦，
但係咧其實佢嗰個派息亦都唔低嘅呢隻基金嚇，亦都有大約 around 7厘左右嘅派息。咁基金裏面啦，最主要同 Incoming Growth 嘅分別啦，點解叫推步版咧？因為咧佢喺股票類嘅投資佔一半左右。Incoming Growth 咧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各1/3嘅配置固定咗嘅嚇。呢一隻咧就會係50股票，30% 可換股債券，15% 左右就係 bond 嘅部分嚇。呢隻基金最主要係由我哋咧 Incoming Growth 嘅團隊加埋我哋人工智能股票基金嘅團隊佢合作去管理。咁所以其實結合咗債券類嗰邊嘅部分就係 Incoming Growth 團隊去揀債，股票部分就係我哋人工智能股票基金嘅投資團隊去負責揀股嚇。咁所以其實就結合咗兩邊嘅投資團隊基金經理嘅經驗同埋咧佢哋揀股嘅功力嚇，揀債功力啦，就係組咗呢隻基金出嚟啦。咁而基金裏面啦，而家暫時我哋咧喺定息收益嘅部分啦，就佔45% 度嚇。比較集中都係喺美國嘅部分嚇，雖然80%係買美國，但係咧其實佢上年啦嗰個嘅表現啦係跑贏咗標普500指數啊，或者啲債券型嘅指數嚇，咁所以其實喺基金裏面啦係以揀股盡量去跑贏其他嘅一個資產裏邊嘅個基準指數嚇，咁所以暫時咧而家佢嗰個資訊科技嘅部署咧，大係49% 嚇 ，Incoming Growth 咧，大係爭緊22% 左右喺科技類相關嘅板塊，咁所以其實咧佢係偏向於高增長啲嘅一個嘅方向啦嚇。工業類佔20% 嚇，消費啊同埋其他嘅部分係亦都係各佔啦個位數字左右嚇，4至5% 左右嚇。咁而基金裏面啦，我哋嘅表現啦，上年升咗18.4%。咁而過去嗰5年嘅表現啦，其實啦經歷埋2022年嘅跌市啦嚇，22年嘅時候佢有跌嘅嚇，咁但係其實咧亦都係之後咧，亦都有個唔錯嘅回復啦。過去嗰3年啦，基金亦都係有57% 嘅累積總回報。咁呢個大家可以參考翻。今年暫時係升咗正數5.5% 左右。咁前10大投資方面啦，其實亦都有一啲大家見過，亦都有啲大家未見過嘅名嘅嚇。咁例如係咩咧嚇？Corning 呢間公司啦嚇，康寧就大家如果有翻咁上下嘅年紀嘅話，其實就會知道康寧係做咩嘅咧？做一個玻璃煲啊嘛嚇。如果係有煮飯嘅，佢會有接觸過呢類型嘅餐具嚇。咁康寧其實咧同智慧城市建設有乜嘢嘅關係咧嚇？因為近年咧佢用佢玻璃嘅技術咧係做咗啲光纖出嚟。咁而家咧數據資料庫咧，亦都對光纖嘅需求好大嘅嚇，咁所以其實咧呢個亦都係其中我哋一啲嘅投資嘅主題嚇，背後嘅一啲嘅原因啲 rationale 嚇。咁而另外有啲嘅例如係Hitachi 啦，就係工業類生產嘅重工嘅一啲嘅公司啦嚇。咁而另外有一啲嘅係同 Cybersecurity 有關嘅，或者係咧 Microchip 就做晶片有關嘅，我哋買咗佢嘅債券嚇。咁其實呢個咧就會應該係高收益債券嚟呢個嚇。咁其實 ASML 啦就係大家好出名係都非常之熟悉嘅光刻機嘅公司啊，荷蘭呢間公司嚇，咁所以其實咧有啲大家見過，有啲大家比較少見嘅，咁亦都係我哋會有覆蓋喺度嚇。咁而基金裏面啦，而家暫時我哋嗰個存續期啦，keep 翻短少少嘅嚇，大約係 under 3年左右，2.88年嚇。咁呢個咧會跟住個息口環境去變化，有機會啦。嚟緊落嚟繼續減息，我哋會拉長少少嘅存續期去做翻。咁而喺嗰個平均息率方面啦，我哋平均收緊3厘左右嘅票息翻嚟。咁而咧派息方面嚇，呢個咧就會係我哋 AM 類啦嚇，就會係大約 around 5% 左右嘅派息。AMG 會高少少嘅嚇，大約咧係6至7% 左右。呢個大家可以參考翻。咁所以其實呢個就會係我哋一個今年其中一個多元資產嘅選擇。咁而啦今日都帶嚟另一隻嘅叫做股債混合嘅基金啦嚇，呢隻咧就會叫做均衡收益及增長 （Balance Income and Growth） 嚇。呢一隻基金同頭先嗰隻基金咧最大分別咧就係投資團隊唔同嘅嚇。呢隻基金咧就係由我哋歐洲嘅團隊管理。頭先咧嗰隻智慧城市加埋隻 Income and Growth 啦，都係由我哋美國嘅團隊去管理嘅。咁所以其實咧歐洲團隊嚇管理嗰個方向啦，其實亦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嚇。咁首先講咗佢嗰個配置係有咩分別先。咁所以佢亦都係喺股票部分啦，佔50%啦嚇。50% 嘅股票裡面會有一個大嘅部分係買入去一啲派息股嘅，另一個部分就係買入去一啲高增長嘅科技相關嘅股票啊。咁所以其實呢個基金裡面啦，就結合咗我哋3大投資團隊喺歐洲嘅嚇去做翻個資產嗰個資產配置。高收益高增長嘅高科技團隊咧，就係我哋一隻傳統嘅 Global High Tech Growth 嚇嘅基金經理去揀股嘅負責嚇，嗰大係10幾20% 左右嚇。咁而另外一部分
派息股嗰邊啦，就會由我哋歐洲另一個嘅股票嘅團隊嚇，揀入去一啲高派息嘅一啲嘅股票啦，一啲價值型方向嘅投資去做緊部署。而另一半50% 嘅債券啦，就會買入去一啲 average 係 investment grade 嘅債券喺呢個部分。咁所以其實呢個部分啦，就會係一個高質素啲嘅、高 grading 啲嘅債券擺喺呢個組合裡面嚇。咁所以攞翻平衡翻嚟啦嚇。如果要進攻嘅時候，咁我哋有啲高增長一啲高科技嘅股票喺裏面帶動到個表現嚇。咁如果要防守嘅時候咧，亦都係啲優質嘅債券，平均係 IG grade 嘅一啲嘅 bond 喺個組合裏面佔50% 左右。咁佢咧穩定翻短期嘅啲投資波幅。咁所以基金裏面啦，暫時今年嚟計個表現輕微負數啦嚇，負0.幾個 percent 度嚇。因為其實咧今年個市況都係比較波動，佢買入去高增長嘅行業啦，其實咧受到少少影響。咁而上年啦，基金亦都升咗9個 percent 多啲嘅。咁呢個咧亦都係稍稍跑贏咗 income and growth 一啲嘅上年嚇。income and growth 同 income and growth 差唔多嘅呢個嚇。上年咧其實佢係9.幾 percent，income and growth 就係10個 percent 多少少嚇。咁而過往一啲嘅表現嚟計啦嚇，22年佢嘅表現係相對22年之前啦，其實就佢基金咧係另一隻基金嚟，因為其實係上年9月份嘅時候先改名呢啲基金嚇。之前係歐洲版 Income and Growth， 去到上年9月份嘅時候我就改咗名嚇。咁所以其實咧睇翻過去嗰幾個月裡面啦，其實個表現咧都相對比較穩定嚇。咁所以其實咧基金裡面比較集中嘅，除咗50%係美國之外啦，歐洲、亞洲其實亦都可以部署嘅嚇。咁其實咧，所以見到咧亞洲地區啦，我哋會可以買到韓國、日本、台灣呢啲高增長嘅地區嚇。美國佔50% 度嚇，同隻智慧城市股票基金啦有少少唔同嚇。頭先隻Intelligent Cities 咧係80%喺美國，呢隻係50%喺美國嚇。咁所以其實咧，今年如果想做一個環球性少少嘅部署咧，呢隻基金可以做到嘅效果就係咧歐洲同埋亞洲攞翻個平衡翻嚟嚇。咁而啦喺股票方面，資訊科技佔35% 度嚇，咁而其他部分金融啊、工業類啦，其實各佔10幾20% 左右嘅嚇。咁而個信貸平均質素啦，都係偏高評級嘅一啲嘅債券嚇。最多嘅部分係 Triple B 嘅債券，之後咧 Single A 同 Double A 啦，Triple A 啦，其實亦都係佔一個好大嘅部分。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咧一個優質債券嚇嘅一個集中啲嘅一個投資組合。咁所以就喺基金裏面啦，喺個部署方面啦嚇，派息呢隻啦。AMG 類嘅港紙都派到接近9厘至10厘度㗎啦呢隻嚇，因為其實咧佢債券嘅部分偏多嘅嚇，佔50% 左右嚇。咁佢依家啦，佢嗰個存續期咧，因為比較長少少嚇，大約咧就會係3.3年左右嚇。咁呢個咧比頭先嗰隻咧稍稍長少少嚇。咁而啦嗰個嘅投資組合方面啦，股票部分有啲大家好熟悉嘅名啦嚇，台積電啦、NVIDIA 同埋 AIA 啦，香港嘅嚇，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比較環球性啲嘅部署嚇。今年嘅表現啦，其實暫時都係穩定嚇。咁而債券類部分啦，亦都係可以買入去美國嘅 Treasury Bills 啦嚇，一啲個高評級啲嘅、高質素啲嘅債券嚇，一啲係 Telecom 佢有啲電信公司嘅債券啦，其實亦都可以部署落去嚇。咁所以其實呢個基金啦，亦都係一個比較優質啲 focus 嘅一個部署嘅方向。咁所以其實呢兩者就會今日嘅一個 multi-asset 嘅一個策略啦。咁而今日帶嚟第三隻嘅基金啦，就會比較咧話題性少少嘅嚇。咁呢隻咧就會係我哋都係一個新嘅投資概念啦，就係一隻同中國有關嘅嚇科技主題嚇，市面上係比較少嚇，呢個係接近係應該係獨家嘅。其實我哋咧嚇就係中國未來科技基金嚇，個名非常之易記嘅，中國嘅未來要同科技好有關係啦，當然嚇，因為其實咧貿易戰底下啦，令到中國係刺激咗內需嗰個情況咧，再加速咗㗎嚇。咁而當中科技發展喺亞洲區內咧，其實中國認第二，冇人敢認第一㗎，其實嚇，因為其實中國嘅科技發展非常之犀利嚇。咁再加上咧，大家都睇到啦，呢隻手啦嚇，機械人 humanoid robot 嚇，上年開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投資主題。當中其實咧，同基金經理傾過偈啦嚇，佢話咧一個機械人裏面最少有20至30個供應商㗎，零部件嘅供應商嚇，當中亦都唔係每一個咧值得大家投資，所以其實咧我哋都喺呢個嘅方向裏面啦，都嚴格咁樣篩選咗公司擺喺個組合裏面。咁所以咧就呢基金咧亦都係一個話題之作啦，當然嚇。咁其實亦都係睇到話喺中國嚟計啦，而家直頭大家應該都有試過係嘛？你如果 order 美團啦，可以直接送到去你喺高鐵嘅座位上面嘅
嚇呢個站 order 咗之後啦，下一個站佢會送咗上車㗎啦，可以嚇。咁所以其實咧就非常之方便嘅，融入咗生活上面嘅啲科技嘅建設嚇。咁所以其實咧就大家如果近排有去深圳或者早一段時間去深圳嘅話咧，其實喺南山區或者喺啲前海嗰啲地方咧，大型商場啦，其實你喺我高頭會見到咧，好多時都有無人機送緊餐㗎已經嚇，低空經濟嚇，喺大約10零樓左右會飛嘅嗰啲機啦嚇，亦都見過。落超級大雨嘅時候，架無人機都係安全翻到嚟嘅。係有一次咧，我避緊雨嘅時候咧，見到架無人機真係冇事嘅，翻到嚟嘅，好安全嚇。咁所以其實咧，亦都係科技進化啦，令到中國嘅市場咧，其實無論係佢嘅發展同埋咧喺國際嘅重要性咧，亦都大大提高咗嚇。咁所以其實咧，而家大家都好容易接觸到中國品牌嘅電車啦嚇，亦都係比亞迪係全球咧銷量最好嘅嚇、最多嘅一個電車品牌嚇。咁而亦都係啦，工業生產嘅機械人啦。其實亦都係佔咗超過全球一半嘅份額嘅，喺中國嘅部分嚇，中國嘅品牌。咁亦都係有好多嘅再生能源啊，同埋一啲嘅藥物研究，亦都係我哋好睇重嘅一個嘅環節嚇。因為其實咧，而家用咗人工智能系統去做一啲超級運算嘅話，其實對於藥物研究嘅進程係加快咗好多。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會例如啲係啲標靶藥啊，或者係啲疫苗啊，一啲嘅防禦性嘅一啲藥物啦嚇。其實咧，呢個亦都係咧我哋會比較睇重嘅一個部分。咁所以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啦，可以做投資部署嘅呢個基金。咁亦都係咧睇到呢個咧，同大家可以分享多少少嚇。因為咧，其實睇翻嗰個專利生產專利申請嗰個嘅部分啦嚇，其實中國喺2012年之後啦，其實已經係超越咗美國好多㗎啦嚇。咁其實咧，去到啦2024年嘅時候咧，大家可以睇到嗰個部分啦嚇，嗰個patent 嘅嗰個嘅比重啦嚇，中國係大約係美國嘅3倍左右嚇。咁所以其實咧，唔係代表越多 patent 就會係越賺錢，但係其實見到中國喺科技進化嗰個嘅進步啦嚇嘅進展，其實係一路加速緊。咁所以其實亦都有好多嘅獨特嘅專利系統或者獨特嘅技術啦，亦都係從中國嘅公司嚇。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見到就話喺呢個部分啦，亦都係咧不容忽視嘅一個部分。咁而啦上年啦 DeepSeek Moment 啦，大家見到就係2025年啦，除咗 Donald Trump 就任之外啦，就係年頭嘅時候有 DeepSeek 出現咗嚇。雖然嚇大家覺得話DeepSeek 咧都係個後起之秀啦嚇，比較新少少嘅 AI 系統，但係咧我哋見到佢出現咗之後啦，其實佢嗰個增長咧，其實係暴力式咁樣去上升咗嚇。呢個咧就係佢嗰個 Intelligence Index 啊。見到咧，其實咧就佢亦都係追趕緊咧歐美嘅一啲系統啊嚇，例如係 OpenAI 啊或者係 Google 啦、係 Group 嗰啲啦嚇。其實咧佢亦都係好貼近佢哋嗰個嘅應用程度，同埋咧佢嗰個嘅進化啦，亦都係非常之快嚇。咁所以亦都見到就喺一啲嘅人工智能嘅系統上面嚇，無論係軟件上面或者硬件上面嘅進化啦，其實喺中國咧都不容忽視嚇。咁所以咧，其實我哋睇翻啦，就係一啲 language model 啦，當然 DeepSeek 啦，佢哋個成本會係低好多嘅嚇。咁所以其實咧，呢個亦都係見到佢哋嗰個有一個龐大嘅一啲嘅數據嘅收集啦，亦都有個數據資料庫啦嚇，亦都係一路追趕緊咧一啲歐美市場嘅表現嚇。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翻啦，就係頭先提過嘅電動車嚟計啦嚇。比亞迪暫時咧就係全球咧就銷量最好嘅嚇，比起你話Tesla 或者 General Motors 或者係其他 Volkswagen 傳統車廠嚟計啦，其實 BYD 啦，其實呢個亦都係去到2025年嘅時候咧，我哋亦都預計打後嘅時間呢個嘅趨勢咧都會持續嚇，呢個亦都係咧電動車嗰個市場嚇嘅一個最新嘅進化。咁呢個咧 autonomous driving 啦，就係見到喺深圳亦都係大家可以好容易體驗到嚇 autonomous driving 嘅自動化的士嘅嗰個情況嚇。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翻啦，就話喺中國嚟計啦，佢嗰個 supply chain 嚇都係一個本地嘅 insourcing 嘅一個部分。咁所以其實咧亦都見到有好多嘅技術或者係好多嘅零部件啦，可以比較用低嘅成本可以擺入去佢哋咧最新嘅一啲嘅科技產品上面嚇。咁所以其實咧就一啲humanoid robot 嚟嘅啦，我哋會見到喺中國
供應商嚇，其實佔個比重咧都好高嘅嚇，亦都見到一啲熱管理啊，或者係一啲電池啊、sensor 啊、lidar sensor 啦嚇，咁其實咧亦都係咧有好多都係中國嘅供應商去做一個供應嚇，咁所以其實咧呢個亦都係咧我哋預計嚟緊嚇 humanoid robot 啦開始融入大家生活，就係話一啲高齡嘅長者嘅機會咧，唔需要請姐姐啦之後嚇，咁其實咧你叫咗個機械人嚟嚇幫你做完佢啲家務啊任務之後啦，佢自己亦都可以去叉電啦嚇，亦都唔會話投訴啊，亦都唔使擔心佢唔夠嘢食啊咁樣啦嚇。照顧老人家其實呢個亦都係未來嘅一個趨勢。咁所以其實咧呢啲啦就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啦嚇。咁我哋咧就會從幾個方向啦，頭先提過嚇去做一啲配置嘅嚇。Healthcare 啦就係藥物研究啊，或者係同醫護有關嘅醫療有關嘅一啲系統啦嚇，一啲自動化駕駛啊，一啲工業自動化同埋融入咗大家生活上面嘅啲系統，以至乎係軟件嘅進化，即係 DeepSeek 啊或者 AI 嘅一啲 algorithm 嘅一啲嘅language model 啊等等嘅呢啲嘅部分，我哋都會投資。咁所以其實咧基金裏面啦，我哋就可以睇埋個睇下先，係啦，呢個咧就係大家都會講話 AI 係咪 bubble 咧嚇？其實咧我哋亦都睇到就話喺中國嘅部分啦，暫時佢哋嗰個 valuation 比起 NVIDIA 同埋 Max 7啦。Magnificent Seven 嚇，其實咧仍然係一個咧相對比較合理嘅一個嘅估值嚇。咁當然啦，阿里巴巴都係大家又愛又恨嘅其中一間公司啦。見到佢個表現啦，其實都相對都比較反覆少少，但係其實咧我見到佢個增長上網嘅潛力啦，其實都有嚇。呢個亦都大家可以注意翻。咁所以基金裏面啦，我哋都係咧由下而上咁樣去揀股啦。咁基金經理啦亦都係非常之勤力嘅嚇。咁其實佢亦都成日去做啲 company visit。去搜羅一啲真係我哋信得過嘅公司做投資擺落去嚇，咁所以其實咧我哋會分幾個層面去做部署啦嚇，一啲 infrastructure 嘅嚇，例如係一啲基建類相關嘅一啲公司啦嚇，一啲 robotic 同 automation 有關嘅軟件類相關嘅公司啦，以至乎係一啲行業化嘅一啲嘅配置，我哋都會咧可以做投資，例如係一啲房地產啊，或者係啲 fintech e-commerce 相關嘅一啲嘅企業啊，我哋都可以覆蓋到。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就會以三個嘅唔同嘅規範，就係增長平衡翻增長啦，佢哋係創新嘅一個嘅影響，同埋咧佢哋嘅估值都唔會買啲太過貴 overvalue 嘅一啲嘅股票喺個組合裏面啦。咁所以呢個咧都會係我哋嘅一個投資嘅部分嚇。lidar 啦，其實亦都開始民用化㗎啦呢樣嘢咧嚇，因為其實咧啱啱買嘅航拍機啦，我平時都有飛下航拍嗰啲啦嚇。新嘅一部航拍機其實已經擺咗 lidar 嘅雷達鏡頭喺嗰個機裏面嚇，先係幾千蚊嘅一部民用機，佢已經可以擺到 lidar 嘅技術落去啦，即係個避障功能非常之勁嚇。咁所以其實咧，亦都可以將呢啲頂尖科技啦開始民用化緊啊！呢個嘅進展啦，其實亦都係我哋見到係一個好大嘅投資潛力喺度。咁所以基金裏面啦，我哋最主要嚇買50至70隻嘅股票啦嚇，個 portfolio turnover 都預計會比較高啲，因為咧高增長嘅部署嚇，所以其實咧 active shares 亦都高嘅嚇，亦都係一啲買好多 non-benchmark 嘅 stock， 就係啲 active shares 啊，就係啲 off benchmark 嘅部署嚇。咁所以其實咧基金裏面啦都會係以一個比較進取啲嘅部分去做一啲部署嚇。咁而啦我哋亦都有啲前10大投資裏面啦嚇，亦都有好多咧係一啲Starboard 或者係咧 Star 50嘅一啲公司，或者係 Chinix 啦嘅一啲即係科創板相關嘅一啲嘅公司喺裏面嚇。咁而啦基金裏面啦，當然啦，我哋喺表現方面嚇，上年升咗42%嚇，2025年大幅跑贏咗佢嘅基準指數。今年暫時啦，經歷咗調整之後啦，去到尋晚嘅表現 year to date 都有3% 到嘅正數嚇。咁當然3月份比較波動啦，佢暫時咧係調整緊嚇。咁但係其實睇翻基金喺過去嗰幾年嘅表現咧，其實都穩定嚇。上年因為咧其實喺2024年8月開始啦，其實基金個表現慢慢 pick up 緊嚇。因為其實咧之前嘅時間，大家成個市場嘅 focus 都係喺 Max 7喺美國嘅科技公司。喺24年打後啦，其實咧基金個表現咧慢慢咁樣 pick up 緊嚇，咁所以其實咧上年就有42% 嘅累積總回報啦。咁所以其實基金裏面啦，我哋喺個breakdown 嗰方面嚇見到啦，比起個基準指數啦，其實我哋比較 overweight 多啲咧，就會係當然係個科技類啦、工業類同埋啦暫時係 healthcare 比較 overweight 得多啲嘅嚇，所以其實同個基準指數個部署會有少少唔同嚇。咁而
我哋喺持倉方面啦嚇，咁其實咧就前10大投資亦都係一啲大家好熟悉嘅名啦嚇，但係當中咧亦都係有一啲係一啲科創板嘅公司嚟嘅嚇，例如係呢間 Montage 呢間公司亦都係做 Semicon 嚇比較出名啲嘅 A 股嘅公司嚟嘅嚇，一啲科創板嘅公司嚇，其實咧一啲科創板啊或者係 Chinese 啊，即係中國內地嘅一啲 listed 嘅一啲嘅交易嘅board 上面啦嚇。一啲retail 嘅 client 啦，retail investor 係比較難去 access 到呢類型嘅公司嚇，咁所以其實咧呢啲科創板咧都要有一定嘅requirement 啦，先至可以投資到落去嚇，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嘅基金啦就會 access to 呢一類型嘅企業嚇，可以咧擺到落去個組合裡面啦。所以其實咧佢前10大投資都佔大約40%左右嘅成個 portfolio weight 嚇，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會係比較啦，就會係主要係買A 加 H 加 ADR 嘅部分，咁其實咧都係一個全方位同中國股市有關嘅一個部分啊。咁而啦，當然我哋而家暫時咧喺Hong Kong Listed H 股嘅比重比較高啲嚇。China A 咧我哋會用咧 Stock Connect 去買入去 China A 嘅一啲 exposure 嚇。咁所以呢隻就會係一個進取啲嘅部署選擇。咁而呢個啦都會大家可以研究下啦嚇。基金裏面啦就暫時有69隻嘅股票喺裏面嚇。咁而基金嘅規模啦都去到1億1000萬美金左右嚇，115個 million 美金左右嚇，咁呢個大家可以留意翻。咁呢個咧就會係我哋比較進取嘅部署啦嚇。咁所以咧其實咧就今日帶嚟嘅3隻基金啦嚇，2隻就 multi asset 啦，就係 global 嘅環球嘅多元資產配置，另一隻咧就係新概念啲嘅嚇，中國嘅科技基金嚇，即係市面上比較少見嘅部分嚇，帶俾大家嚇。叫做攻守兼備啦。如果客戶或者係大家有興趣嚇進攻嘅嚇，嚟緊睇到中國科技嘅發展嘅話啦，呢隻中國未來科技基金亦都可以考慮。如果想防守啲平衡啲，今年咧波幅比較大啲嘅預計嚇，咁其實一啲環球性嘅多元資產配置咧，我覺得今年一個穩定性相對比較高啲嘅嚇。咁我今日分享咧暫時去到呢度先，睇下大家會唔會有咩問題可以隨便問啦。如果暫時未有問題嘅咧，咁我將時間交翻俾 Alfred 先，唔該晒。好，咁我哋唔該晒 Marcus 嘅分享啦。咁如果我哋之後有諗到任何問題嘅話咧，或者都係想要翻啲 fact sheet 啊，或者啲deck 嘅話咧，都歡迎可以揾我或者揾阿 Pat，我哋會 send 翻相關嘅資料俾大家嘅。咁我都佔用大家少少時間，都分享翻少少，就係 iFast 嚟緊一個少少新嘅 update 啦。咁就係我哋會喺 account opening form， 特別係做緊 offline 開戶嗰陣時候咧，嗰份 form 我哋會有少少嘅調整嘅。咁就預可能3月尾我哋就會有份新嘅 account opening form 會草擬出嚟㗎啦。咁到時我都會 send 翻有新嘅 update 都會 send 翻俾Pat 啊，又同大家去講翻嘅。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咁我交翻個時間俾阿 Pat 先。好多謝各位。resume 翻就係好似係講一個自閉嘅一個叫做我唔記得咗，再話俾你聽。係啦，咁樣4月份就係兩次都係醫生嚟嘅。係啦，咁下個星期見唔到啦。咁3號再見。